就入去恬静的巷仔内，看到无共色水的西石仔壁倒，这就是唐德宗的故居，嘛是伊挂牌职业的所在。伊咧要为了台湾人主持公道所以伊就辞职走去日本，开始读法律。伊返来台湾了后，成做台南真出名的辩护师。因为要照顾无钱拍官司的艰苦人，伊甚至接受民众所持的交来代替收费。唐德宗伫迄个时候不只是一个历史啦，伊当时嘛是一个人权的运动和工作者。唐德宗毋若保护台南市民，伊的勇气甲坚持公义的心，嘛永远活伫咧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。